中央航空一名进前派驻中国四川的主管，和中共接收回来到台湾，被甲这陆委会学地讨资料讨不成，目前被起诉。以色列和哈马斯10月13日停火协议完成第一阶段人质交换，被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20名以色列人质放出来。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本地是因为这波水波电抗议，演变做是总统落台示威，总统讲伊受到暗杀威胁，已经冷降50个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一个消息。台语有一句话讲做是“食娘心肝火，望见爸母恩”。这头一条新闻呢，就是要来讲这间谍的新闻。有一位进前在中英航空省桥的主管派驻中国期间，视察到这中共解放军西部战区的军官。这个军官呢，爱这个中英航空的主管发展到这个组织在台湾发展，等来到台湾了后呢？这个航空的主管呢，想要找这陆委会学地来募这个秘密组织，用这旅游啦、金钱来甲声，加在这学地的心头掠有定，发现讲，这是有代志哦，而且可能会出代志，落尾这件代志则无按的先来行。啊，那这台湾的高检署呢，侦结了后，依照着国家安全法发展组织未遂罪，甲这个姓教的查甫人起诉。事实上，中国一直拢是用金钱才来请咱的官员、军人，甚至是黑道、公庙等单位，透过这个人呢，想要伫咧台湾发展组织，想要偷摕到台湾的机密资料，甚至咱台湾选举的时阵呢，这个人就变做是条仔卡介入到台湾的选举。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失去的自由是用钱买袂回来的，而且这民主自由绝对唔是对天顶落落来的。中国间谍案一直在发生，中国唔但是渗透国军官兵，嘛甲中国间谍的乌手伸向台湾航空业的人员。前中央航空社交的主管表示，伫派驻中国的期间，互中国军队吸收变作中国间谍，涉嫌伫台湾发展组织盗窃公务各项机密。相关的细节并不清楚，不过我想我们军中还是要强化我们的保航教育，要加强我们的渗透跟反情报的工作，那同时也要落实我们的这个揭秘的资格的认证机制。那我也会在立法院向国安局还有其他相关的情报部门来提出来，希望未来能够建置跨部会的相关异常事件反应的机制。这个细桥是前中英航空驻四川省前首席代表，在2012年到2014年派驻伫中国的期间，和当地各界人士交际往来，结果互中国军队趁机会吸收，并要求登来台湾发展组织。细桥在2014年登来台湾，正接联络伫陆委会做工课的后辈，想要用10万来乌西，要甲问研究案的机密资料，好个在官员更加成加权拒绝，而且向公安单位检举，高检署指挥侦办，照公安法甲起诉。那比如说你大学念什么学校，你研究所念什么学校，就一些学长学弟的关系啊，这个要发展组织也是很有可能。国人一定要有这样的警觉，不要去贪图那种小便宜啊。老实说，就算你泄露什么情报给他，他能给你多少钱？你为了这么一点钱去做这样的事，这是违法。陆委会表示讲，真侪研究案拢有机密性质，好加在当然的警觉性加悬。另外，中国渗透的手段加多元。公安局上新的报告指出讲，中国是用特约的去诱现役的，用网络斗交，用钱去甲城，用债务甲威胁，渗透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今年到9月，中国间谍案已经起诉24个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破获现金1万的轮刑特别预算案，立法院调野党团拢有共识，按算一礼拜5完成3读，被提出复议，上紧1个月后就当破获现金嘛。关系民众期待真久破获现金1万块的轮刑特别预算案，立法院15月要进行第2轮预算提案的调野协商，已经17完成3读，而且无提出复议，也就是破获现金的预算，渴望这礼拜5 3读过关。我们在这个礼拜5排入议程，而且一定会完成3读。你一些先期的作业可以先做，快马加鞭快的话，应该10月底可以领到钱。那最晚应该11月中就可以领到这1万块。这个时间点呢，行政院也要把握。既然要发放的话，时间当然是越快越好。发放的行政程序上能够简化啊，能够提高效率，能够加快速度。
主计总处评估，普发现金可以带动 GDP 0.6的成长率，特别是对于民生消费的提振，让全民都能够过一个好年。若是预算案拜五会当通过，佮经过总统赶紧公告生效，全面普发现金1万，上紧有希望11月中下旬开始执行。不过另外一方面，在位法争议还未解决，行政院要提修正版本，希望会当达到徛伫事权会当划分，水平财源会当平均。也希望地方拿到更多的统筹分配税款，要承担更多的地方自治事项。因为在位法修正，国民党团原来有家己提出版本，伫这个会期列做重要优先法案。民进党立委赖瑞良原来有提出修正案，未来行政院甲调研安怎沟通，也是一个挑战。记者采访报道。讲到花莲光复邦山湖做大水灾后到今还佫伫咧整理，讨论真久的撤离计划目前有结果啊！即县政府初步确定放弃8上楼的撤离，改做是疏开撤离。那前进协调所表示尊重，也因为目前呢有一粒风台正咧形成，总协调官桂连成就表示，希望利用即届风台进行相关的撤离计划。山坎的大片湖水稳定流出，中央出动空袭机，每日观测马太安溪邦山湖依照实时记录，吐水量155万吨，水位1019.7公尺，约流口倒环报名也有大约1亿立方公尺的土沙堆积，无明显变化，当前维持红色警戒。不过未来几日，风台形成的几率悬，都惊影响台湾。一直讨论的退离计划，即马也有结果。放弃原本的随地退离版本，初步定调改用疏散退离。县府大概有个变化就是推翻了垂直撤离，还要采取疏散撤离。那不过这一点我是尊重县府的意见，因为毕竟来讲，这个撤离计划是由县府来执行的。依据我们中央前进协调所在10月12日讨论出来的疏散撤离应变计划。调查内容包括民众实际居住情形、撤离能力以及撤离方式。丰盛风台就要形成，气象署派人进驻协调所协助。中央说明，风台进入警戒区的24点钟之前，随启动撤离作业。警戒区的弱势族群、长者、病患、有生的人，甲还未读册囡仔等人，全面强制撤离。相关爱疏散的，也有被帮式客家居民。伫邦山湖的 CBS 警报发布了后，无分年纪、身份，所有人拢总撤离。真的人数一多的话，我们真的是不好挤的啦。我们是以垂直避难为第一个要求啦，淤青啦，或是说收容所啊，还是说我们这位试点就是要中央还是说地方的协助啦。24小时要撤离的话，可能有些困难度啦，有的没有赖嘛有的老人家不知道，有的坐轮椅的，警方来协助比较。有时候我叫消防队也可以，消防队来帮忙载。一代即摆风台形成，影响台湾都会实际进行。也不过强制疏散人数，一摆就是数千人，时间敢是充足，人力敢是有够，引起当地村长等人的烦恼。贵人想讲，都当作一摆压力测试，到底实际执行状况安怎？由台后求检视。国际新闻采访报道。健康是家己的病毒袂惊人，即国内顶礼拜搁再增加75例流感引起重症，即重症人数是这10年共计的第3悬，有10例死亡个案拢是无注流感疫苗，超过8成是有慢性病。疾管署特别提醒讲，这65岁以上有慢性病族群是重症高风险，若准去感到一声就变甲真严重，有关爱去注疫苗较好。疾管署监测国内疫情，顶礼拜类流感问急诊就诊有13万外诊次，虽然比前一礼拜降10.2%，也过推估是因为连续假期部分门诊休诊，目前社区中流行的呼吸道病原体以流行病毒为主 ，A 型 H3N2 较侪，过来是 A 型 H1N1 的 B 型。目前我国国内的一个流感的疫情呢，仍然处于流行期。邻近的国家呢，就像日本呢，那目前流感的疫情呢，也有升温的一个现象。统计顶礼拜增加75例流感并发重症10例死亡，其中1位68岁男性有心血管等慢性病史，出现发烧加30日内病症变作肺炎，最后不幸死亡。防疫医师指出，这是典型的流感重症病症，高风险族群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他在发病之后大概10天因为严重肺炎、呼吸衰竭就过世了。那这是一个流感重症很典型的病程，那也是我们高龄者、慢性病长者我们最害怕见到的一种临床状况。我们自己的研究也显示说，流感疫苗对于重症和死亡的保护力分别可以到65%和75%，所以对你的健康是非常有保障的，请赶快去接种。因应流感重症病例是50年共期第3关，加做疫苗比往年较侪人，疾管署也搁增加买20万剂疫苗。预计11月中旬配达各地疾管署监测附近国家疫情。日本20月初3已经宣布进入流感流行期，比去年提早5礼拜，香港也出伫流行观点。提起符合公费注射资格、甲有出国需求的人，拢爱赶紧做疫苗，提升自身的保护力。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有美国总统川普悄悄以色列和哈马斯10月13日停火协议完成第1阶段人质交换，以色列把1950名巴勒斯坦囚犯放出来，哈马斯也把20名以色列的人质，也有4名已经过身的人质遗体引渡回去。和哈马斯关738天，拢总2年外以色列人质卡尔冯伫病院看到亲人的时阵，欢喜甲哭出来。说来甲亲人一直相揽，有偌思念，直接就看会出来。家境期间所承受的身体甲心理折磨，伫这个时阵全部拢逃放。以色列村内的20个人质13陆续释放，因透过红十字会的协助，坐直升机离开加沙，由专家送去雷姆军事基地的病院接受检查治疗。说来甲亲人团圆，因3件时阵欢喜甲哭出来，边的以色列士兵嘛拢真感动。I was so nervous. I was so nervous to meet him in the first time, and it was so exciting and moving. There is no words to describe how we feel. The best day of my life, really. 4个已经死亡的以色列人质遗体嘛，伫13号人送到转去。车队到特拉维夫的时阵，边的家属提火速迎接。伫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在红释放的巴勒斯坦人的车队，有上千个民众伫路的迎接，有家属等未赴巴士停车，就要去伫车摊甲亲人相见。الشعور لا يوصف انك تشوف الشمس هذا اول شيء، ثاني شيء انك تشوف الشمس من غير شبك هذا شعور لا يوصف. ويديك محررات من الكلبشات ورجليك محررات من الكلبشات هذا شعور لا يوصف. 以下停火协议已经完成第1阶段人质互换天数。美国总统川普13原来出席伫埃及举行的高峰会，甲埃及、卡达、土耳其讨论加沙停火了后的事项。因为以色列甲哈马斯无出席峰会，所以双方什么时阵会当达成真正的和平，也唔知影。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咱继续来关心这非洲马达加斯加的抗议活动，已经是连续几个礼拜。本地一开始是要解决这无水无电的问题，不过落尾却演变做是青年世代所发起的全国性抗议运动。伊是认为讲这政府贪污烂性，对公共服务是真欠缺，要求这总统呢就要落台负责。那当局呢也派出着军队和警察来镇压。根据着联合国的讲法，讲这个抗议者和这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尚无造成22个人死亡。那上最新的消息是，连本地支持拉乔丽娜上台的陆军精英部队也反啦，拒绝对这群众开枪，改变立场，支持这示威的民众。那总统呢，伫13暗时利用这录影来讲，伊去互威胁，讲要来甲伊暗杀，已经卡底把油离开这马达加斯加，去到安全的地点。无讲伊人伫倒位，不过伊强调讲绝对袂落台。马达加斯加首都安塔纳纳利佛13广场有上万的示威者，军车伫人群当中，部分士兵会手抵御，邀电望者观察被关起街路。示威民众喊结束独裁，宪法自由。这场抗争为9月底开始，原本诉求解决停电停水问题，即马扩大做青年世代发起的Z世代抗议运动。On a eu des amis blessés, des amis suffoqués, des amis qui sont maintenant à l'hôpital. Et quand on nous a tiré dessus, on est resté là pacifiquement avec nos pancartes parce que nous, on sait que la loi accepte qu'on manifeste pacifiquement. Mais il ne voulait rien savoir du coup. S'il ne démissionne pas, même s'il va chercher un compromis avec tous les sangs qui ont coulé. 对顶下前期的原本支持拉乔丽娜上台陆军精英部队，先拒绝对群众开火，群众会国旗欢呼，军人甲人民徛做伙。伫
伫外界放射正片的时阵，总统那乔蒂娜13暗时透过录影，先前遭到暗杀未遂，已经转移到安全地点避难，暗过无透露秘伫什么所在。Malagasy avako noho izany dia lala tokana ihany no ahafahantsika mandravina izao olana lalina lalovany firenena izao. Dia ny fanajana voalohany indrindra aloha ny lalam-panorenana velona eto amin'ny tany sy ny fanjakana. 路透社引用军方消息人士透露，拉乔丽娜拜日坐法国军机离开马达加斯加。法国媒体 RFI 佮讲，伊甲法国总统马克宏达成协议，毋过马克宏伫参加加沙和平峰会时表示，无法度证实法国是毋是协助撤离，毋过强调应该恢复现政秩序。佮指出法国理解年轻世代不满，毋过不应该互军方利用。参议院已经罢免关系长解由恩德烈曼加里暂代职务。照宪法规定，那总统职位无人。 参议院议长会代理职权到选举。军方表示，已经全面掌控首都局势，佮呼吁民众维持秩序。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 这中共不只是要渗透台湾，伊是要渗透全世界。这英国司法单位2024年起诉2名英国人替中国伫咧做间谍案件。2025年9月由皇家检察署撤销告诉了后，引起正大风波。这在野的保守党13伫咧国会质询时阵，因着批评工党政府为着要扑中国，才甲这站这间谍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去。那这工党是反过头来指控这保守党，这种时阵无坚持到底，才互这阵间谍案就安尼生着来散去啊！13英国下议院炮火是真凶，针对2024年起诉、2025年所雄雄撤过的间谍案，在野的保守党大骂执政的工党，敢若想要讨好中国，无得管国家利益受损。The trial has collapsed because for months and months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refusing to give the CPS vital information. This wasn't a mistake. This wasn't a misunderstanding. This looks like a deliberate decision to collapse the case and curry favor with the regime in China. 执政党是强调讲，司法机关独立决策，唔是行政部门叫伊安怎就安怎。Suggestions that the government concealed evidence, withdrew witnesses, or restricted the ability of witnesses to draw on particular bits of evidence are all untrue. 这个引发中英两国关注的间谍案，起因是2个英国查甫人凯许和贝瑞，互指控讲在2021到2023年的期间，替中国收集关系到英国国安的机密资料。2个人在2024年4月，互检方照官方保密法案来起诉，但是2025年9月，英国皇家检察署所雄雄决定撤告，理由是行政部门无正式指定中国是英国的国安威胁来源，无法度提供事证，造成本案无法度来继续审理。英国《金融时报》伫10月初报道指出，讲有资深的官员认为，讲史凯尔对告是故意在阻挡间谍案的调查，造成这案落尾无结果。对这当阵当出访印度的史凯尔虽讲唔是安尼，只讲承认保守党政府才应该负责。The trial would have had to take place on the basis of the situation as it was at the time under the previous Tory government. So whatever their position was the only position that could be presented at trial.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是讲，英国并无正式指定对一国是国安威胁这种权利，但是法界人士质疑讲，检方就算无经过这关，同款会当甲案件办落去。BBC 指出讲，伫工党政府就任以来，中英两国的政府高层往来是正接，部长级的官员一直咧互访，互指控讲是为着加强经贸去讨好中国，已经变作史凯尔对国家头疼的问题。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最近呢，有一份由科学家和环保人士所写的全球临界点报告，显示讲这地球已经达到灾难性临界点，和温室气体有牵连，这地球的关键生态系统特别崩盘。潜水人员落去水底了后，摕色卡一个比对，会当看出这热带的酸露大当地慢慢白化。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出钱资助，汇集23个国家，当中87个机构的160个科学家，开2年的时间，做为写全球临界点报告。13伫第30届气候峰会筹备会议公布，会当看出地球已经到一个灾难性临界点，气候是比预期搁较早下过这危险的河定，互全球的热带酸露大当地快速死亡。而且是无法度逆转的。We've seen an unprecedented
coral bleaching event hit 80% of the world's low latitude reefs. So that kind of confirmed our collective deduction that the tipping point, the sort of temperature tipping point for corals was probably below 1.5 degrees C. 专家指出，讲珊瑚礁伫保护沿海城市和提供人类食物和维持生活方面是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嘛支持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嘛替旅游业砸几十亿美金的观光收益。但是对2024年到2025年，观察到海洋的温度是超过大多数珊瑚礁的生存极限，和珊瑚是快速白化，离死亡临界点的时间敢若剩几年尔。这对外靠珊瑚礁生活的几亿人和100万的物种来讲，会发生灾难性的结果。We need stronger regulations for reducing greenhouse emissions. The larger countries that produce a lot of these greenhouse emissions to also support and create policies to lessen their impact. 另外，报告内面嘛指出讲，地球各当面对其他关键生态系统放弃的结果，包括亚马逊雨林在气候变迁和人类乌白扑树的压力之下，比过去有机更较紧密到无法度逆转的系统放弃。另外，西南极和格陵兰的冰挂嘛当危险挖进临界点，特别是冰站加速涌起，会杀关全球的海平面。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人讲有欠才有底，不过全世界但是会当食的物件，防弹掉超过10亿吨去。为了避免拍算，法国甲看起来较歹的菜色也是果子，变做是动物的饲料，甚至是中心包装，小小袂互民众减少浪费。海牛伫水内底游，所以食的物件，互游客感觉真新奇。动物咧食物件全部拢是青，啊，毋过看起来无好看，歹卖出去的食品甲果子，这是伫法国中乡罗亚尔河谷大区的博瓦勒动物园，有40公顷，因为园内动物有35000只，每礼拜爱食的食物当中有7吨。卫生食物护算动物园甲附近农民合作，用俗价买因生产，啊，毋过看起来无好看，或者是当中无达到标准，无法度伫市场卖出去的菜色果子。This is the park animals fridge. We have seasonal fruits, melons, peaches, strawberries, plums. 除了动物园，法国比空市的公众鸡寮也买有机饲鸡场，要抬老鸡母。这公众鸡寮伫比空市当地已经成立10年，唔老挽救鸡母的性命，也用用这无爱食物件来饲，平均12只，每年用食150公斤的食物，为当地民众减少20%的喷。和鸡母用食饱以外，也讲每一代生卵，相当食剩的物件换鲜的卵。The hens come from an organic farmer who gets rid of them at 18 months. We take them so they don't go to slaughter. 为减少浪费，法国有名连锁超市家乐福为7年前推出反食物浪费专区，将保存基底标签错误或者是包装有破弃的食物。正做福地来卖，也佮伫2016年甲其他咖啡厅、面包店甲餐厅合作，开发出手机啊 App， 互消费者应用真实介绍，买到这福地啊，达到减少碳排、省处理费等效果。These food baskets are worth €12, but you can buy them for $4.79. Instead of throwing these goods away, we've found a way to give them a new life. It's a win-win for users and for shops. 过去9年用这种方式卖出去的福地有1亿袋，真侪消费者对这种消费模式拢真懊恼。公司新闻陈时同编译。唔通看这倒脚的无点哦，这身躯正长的烟枪狗，事实上古早是协助主人拍拉的狗仔，而且走骗人搁较紧。伫德国的慕尼黑呢，就一场烟枪狗的走标比赛，真古锥，咱做回来看。比赛还未开始，就定位的狗仔就已经开始要冲。在主办单位命令之下，这狗仔就向前冲。德国慕尼黑最近举办国际烟枪狗比赛，要看3名狗仔走上紧。这项比赛无未分跑道，为狗仔中途就开始算起来，互主人唔知要安怎是好。这查某囡仔抱的烟枪狗第一摆参加就晋级准决赛。Anmelden und haben uns dann, ich glaube im Frühjahr, als es offen war, haben uns direkt angemeldet und jetzt haben wir ein bisschen im Wald geübt und
sind sehr, sehr stolz auf ihn, dass er ins Halbfinale gekommen ist und er hat eine sehr gute Leistung erbracht fürs erste Mal, finde ich. 慢看用长狗的脚底，因其是真高运动。上早后进队孙勇时阵是用来合作拍打。过去2年得到冠军的狗仔，40公尺敢若用4.4秒记录，比一般人走800米的速度还佫较紧。抗衡紧张刺激的比赛来看，人狗强虎的优美为人。这穿红衫的舞者甲野狗啊展现真好的斗大甲技巧，无论是前脚徛、拍破各种伫头壳练，狗啊拢用伫音乐声中甲主人配合甲把，而且毋但一只狗啊跳甲真好，十分另外一只狗啊共款互人食学乐。Für Swing ist es die erste Europameisterschaft. Sie ist erst 3 Jahre alt, also einer der jüngsten Hunde da vor Ort. Und das wird echt spannend. 这2只狗要参加11月伫上海里举行的欧洲犬步锦标赛，继续互大家欢乐甲惊喜。公司新闻站回并编辑。在咧最后，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相会。